洗啊？能不能洗？就把你关。你咋把你能去？死了！再把你关着，你能行了一点。你说我这样。今天天又不错，那个……哦，我到家了，我先走了。啊，等一下，那个我有点口渴啊，能不能去你家喝口水？我刚来的，还没喝，给你吧。走了。啊，等一下，那个我刚送你回家，走那么多路，我腿都酸了，能不能去你家休息？给你了，打车走吧，不要换了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啊。等一下，那个我手机没电了，能不能去你家充一会儿？就一会儿，我要是遇到坏人怎么办？那好吧，那你一定要安静一点，不要打扰我睡觉。今天来给你们表演搬个腿啊！1、2，我操！怎么办？我操！装逼！哎呀，我操你！师傅，7到50多少钱呢50块钱，不是20块的吗？你做就做，不做就拉倒。好。看一下门呢。戴好安全带啊！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叫虎头麒麟，它生性凶猛，喜欢吃人，是世界10大猛兽之一。因为它现在睡着了，所以我才敢靠近拍摄一下。如果它醒了的话，那我是绝对不敢靠近的。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牙。儿子，姐夫给你玩个魔术啊！你下面姐夫能把这个水穿进肚子里面去。不小心。非常看好了啊！1、2、3。我手机啊！在干嘛？我们来打个气球好不好？来啊！这么准啊！再来一个。媳妇儿，哎，我给你吹个大气球。哇，这大气球啊！怎么样？这大气球？哎，对了，我问你个事儿。嘛事儿？你要跟你嫂子离婚了吗？我跟我嫂子离婚了。那孩子呢？给谁了？孩子给我哥了。哎，跟你说，以后咱俩要孩子要离婚这一幕，那孩子绝对跟我。为嘛跟你孩子？那从我肚里生出来能给你吗？肯定得给我呀。你看你说那个话，我要去银行取钱，我插完卡，那钱不就是我的吗？哼，哎呦我的妈呀！那你要取要加钱怎么办呢？
骂意思？你骂意思？骂意思？你骂意思？骂意思？